就住中山呢一個情況啦，你建議咧佢去小額錢債啊，定係入稟區域法院咧？哦，如果中山呢個情況咧，因為佢漏水個問題仲係持續緊咧，咁就唔建議去小額錢債審裁處咯。因為小額錢債咧，顧名思義，淨係同錢銀上面有關嘅賠償先會處理。咁其實中山而家最急切需要嘅咧，就係一個法庭頒發嘅強制維修令咯。咁小額錢債審裁處咧係做唔到呢個司法管轄權咧，去頒一個強制維修令嘅。咁區域法院就可以啦。咁同埋佢係要去區域法院做一個呈請咯，因為佢今次嘅賠償咧，唔單止係一個錢銀上嘅賠償啦，仲需要向法庭咧申請一個強制維修令。咁所以建議咧，佢去區域法院啦，去尋求協助啦。明白。咁其實喺未解決之前啊，可唔可以進行大維修咧？最重要嗰個滲水源頭樓上都未解決啊嘛，其實你樓下點整咧？咁隨時可能1-2個禮拜啲水又再滴落嚟，咁你個天花都係受影響咯。咁所以臨時嘅措施就建議咯，但係你話一次過大幅維修咧就唔建議啦。